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，你都是40分钟，要么都是45分钟，中学都是50分钟，大学都是50分钟。我知道的学校，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，我都是，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。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，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，是吧？你们去试一试，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，效果完全不同，是吧？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，对你家长很厌烦，这样学生学不进来。为什么厌烦进来？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，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。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，只怪我们老师，怪我们的校长。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：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大家记住吗？是吧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我们反复实验了，特别我最近四年，我招了30个，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，学校不要的。哎，我教了以后，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，至少不会变坏了，是吧？哎，完全可以。我还没花什么精力，是吗？没花什么精力，他们都变好了。读经典，老师跟着我们做，学生就一下变好了。不要教啊，是吧？这个不简单吗？哎，我们的学生都不错。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，何烈军站起来，大家认识一下，江西的，我的小弟子，是吧？哎，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，是吧？哎，读书不读的，出去就打工，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。现在你看，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，是吧？你听他读书，词性、朗读能力、经典倒背如流，是吧？书法写得非常好，太极打得很好，是吧？武术也不错，哎，我看你看，就是我教学效果嘛，是吧？礼貌很好，是吧？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，是吧？他想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？怎么变了一个人呢？是吧？哎，我就带下学期，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，我就只招老师了，不招这些调皮的了。调皮的我们太难带了，是吧？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，熄了灯，一卷被。他又爬围墙出去了，又去上网去了。哎，这些学生很难教，是吧？哎，半年就变好了，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，是吧？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。第5，全文诵读。我认为不要叫学了，啊，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，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，《弟子规》要哪几句要筛掉了。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，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。哎呀，我讲这些人啊，都一点不懂教育啊，是吧？第一，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？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？第二个，你搞封建的东西，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？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，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？是吧？你不要担心嘛。第二个，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。就是。第二个，有一些东西，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，是吧？什么叫封建？封建是种政治制度，怎么是文化呢？政治制度已经没了，早就没了。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，还有封建制度吗？怎么？它只是过时，我是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，是吧？不是封建，封建是种制度，它不是种文化。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，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，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，是吧？封建是种政治制度，我是这么讲。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，很了不起啊！有一个人来和我说啊，他讲刘院长啊，
论语》啊，《论语》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。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，他说是的。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《论语》。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，我首先讲一个观点，看你接不接受。我就讲啊，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？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，50、60年嘛，30年嘛。我讲毛主席著作，你打开毛主席著作啊，阶级斗争要天天讲，年年讲，月月讲，错了吗？他讲错了。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，错了吗？他就错了。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，错了吗？人民公社，错了吗？错了。计划生育啊，计划经济，错了吗？他错了。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，所以第一，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，他只是过时了。他在当时，他是想把国家搞好，来探索。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？你了解吗？你断章取义，当然就错了，是吧？我讲，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、40年，你讲50年也可以啊，是吧？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。你看，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，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。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，是吧？我讲《论语》离我们多少年？2600多年了，还只有3句话错。我讲《论语》是不是重要？是不是经典？哎呀，你这么一讲，《论语》真的了不起，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，是吧？毛主席著作离我们这40年有这么多错误，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，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。你思想正确，就一切正确；思想不正确时，你看什么都是错误，是吧？我们不能有1、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。后面我在讨论《论语》的3句话，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，我的理解不是这样。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，所以讲他错了，是吧？你读好了《论语》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，把它搞好，系统诵读，不要读1点，也至少要读。我讲至少你这几个4书5经要读完，是吧？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。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，怎么能够有经典呢？是吧？最后我提出来啊，扎实诵读，熟练诵读，扎扎实实要读100篇、200篇、300篇，是吧？熟练的读就背住了，没哪个不背的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的学生批评老师，批评爸爸妈妈，老师好笨呐、要我读100篇，我50篇就背住了，实际他是最笨的，他就觉得我好聪明，我好聪明，我读50篇就背住了，是吧？所以要鼓励儿童，调动学习积极性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，我就讲到这里，向大家汇报这里。最后的呢，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，好吧？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，好吧？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？我去人格篇啊，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。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，与高尚啊。好，今天上午最后呢，我向大家汇报一下
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？怎么教好大学？我觉得呢，首先啊，这个大学是四书第一步，四书第一步，只有1680个字，1680个字，多少章呢？30章，实际30段，我们都编了章。我告诉大家呢，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，我编的呢，这第100、第200都已经一本都没有了，是吧？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，用到也留到一本，是吧？那么第3版呢，下个月就出来了。第3版，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，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，非常漂亮的，是吧？应该来讲呢，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。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，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？农村孩子怎么读呢？是吧？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，200多块钱一套，啊，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，一本几块钱，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，教材问题。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。这个教材呢，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。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，带拼音的教材，字要很大一个的，便于记。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。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？他容易记，字很大个啊。第二呢，他不视力，你看他不会坏视力。第三，我们主张纸张，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。现在很多出的教材，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，是吧？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，学生很好的。第四呢，没有插图的，不要有插图啊。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，直接看画去了，他不看字了，所以效果就不好。所以很多人就问我，刘院长，你是教心理学、教育学的，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？我说没有插图的好。这是有心理学原理，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，很花哨的东西，是吧？他注意力不集中嘛，但你这没有插图的，他就很集中嘛。好，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，都发了人家的，因为我们的没有了，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，是吧？供大家参考，这个书还不错。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啊，这个小错误是难免，是吧？只是要少错，尽量不错，因为那个拼音啊，你改了，它印刷厂电脑一下又变了，是吧？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，它又变了。大学一共30章，1680个字。那么第一，我们去教大学，首先要跟学生说，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，哪个写的，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。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。我在这里介绍啊，有3种啊。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孔氏，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，孔子做的。
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，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，这是一种观点。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，曾子述之。孔子讲的话，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，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。曾子叫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姓曾，名什么？名生，人生的生，这个地方不能读参，不能叫曾参，是吧？为什么不能叫曾参？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，是孔子取的，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。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，一点两点的点，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。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，身体不好，始终呢怀不起孕，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，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。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，曾蝶啊，恭喜恭喜啊，你做爸爸了，马上回去，家里要